我打咗俾總裁小姐，咁我同佢講，你問天病人冇得罪乜嘢，點解要追殺我？我叫黎善明，不過更多人淨係記得巴基明啊。40年前我15歲落船，手揸住一張皺埋嘅單程飛。我到咗香港之後咧，第一份工咧係喺葵涌3號碼頭跟車落貨。呢份工我做咗3年，廣東話咧由結結巴巴講到比本地人仲流利嘅。之後靠住喺碼頭識嘅人呢，我轉咗做保安，一做就係13年。得閒嗰陣，我成日望住倉庫裏邊堆住個廢品發呆，嗰啲人哋眼中嘅垃圾，喺我睇嚟都係可以換錢嘅嘢，用得嘅就分俾老鄉，唔用得嘅賣俾廢品站。一來二去，竟然慢慢做起咗舊貨回收嘅生意。碼頭班老細見我老實，成日將廢品平價俾我，有啲甚至免費送。我帶住幾個南亞老鄉一齊做，污糟邋遢嘅粗重功夫全部冚晒，日子終於由食得飽變成過得好啦。如果嗰陣冇遇到上海仔郭永雄呢，我可能一世就咁守住我啲廢品生意。2000年代初，佢有間酒店要執笠，我係收裏邊啲舊電器。本來以為就係單普通生意，點知佢見我做嘢妥當，就話跟我做啦。嗰陣時上海仔已經係成魔嘅坐館啊，着西裝啊，揸靚車啊，身邊成日跟住班人啦，能夠俾佢睇得上啊。我覺得係咧貴人運到咗。上海仔句話咧，我翻去元朗起咗個大倉，冇諗太多就召集咗一批老鄉，做咗佢嘅御林軍，去邊我哋就護到邊，幫佢睇場啊、收數啊，慢慢咁人哋叫我哋南亞兵團啊，叫我做南亞司令啊。我成咗佢嘅行動組組長，佢風光啊，我就跟住沾光啦。佢要做事啊，我第一個衝上前。但係江湖路邊有咁易走。2015年，上海仔喺澳門賭廳輸咗10個億，同楊老闆嗌交，叫我去搞事。我帶住班兄弟貼街招，由旺角貼到紅磡。後尾覺得冇人睇，就每張街招夾一張100蚊紙，呢成個香港都知啦。新宜安嘅灣仔商戶嚟揾我，10個人俾我40個兄弟打走咗。我以為自己贏咗，其實輸到貼地。該嚟嘅報應始終都會嚟啊！2015年年底，上海仔飲下晝茶嗰陣被人襲擊，走咗歐洲。我以為件事會過去，點知2016年4月，我喺土瓜灣收舊手機，一架麵包車突然停喺身後，衝落10幾個拎大斬刀嘅人，對住我就劈。我轉住個頭走，背脊、手膊全部都係傷口。好彩我底子好，喺醫院搶救咗10幾個鐘，先至執翻條命。喺鬼門關行咗轉呢，我先至諗通，江湖上嘅威風都係假嘅，明仔冇咗就乜都冇噶啦。之後我退出咗江湖啊，做咗中巴聯誼總會義工啊。而家冇人再叫我南亞司令啦，多數時候都係叫巴基明，亦都有人叫我黎善明。呢個我差唔多唔記得咗嘅中文名。睇翻轉頭呢，幾十年由碼頭卸貨嘅窮小子，到風口浪尖嘅南亞司令，再到送物資嘅義工，我呢世冇乜大本事嘅，真係記住人哋嘅好啦，亦都明咗乜嘢叫做見好就收，江湖路我行夠啦。而家咁樣幾好。